我係嚟自樂善堂梁榮超幼稚園嘅孫慧琴校長啦。咁啊頭先都有兩間分校嘅校長分享過啦。咁我就係喺大圍嘅，係啦。咁今次就係我哋第一次參加幸福校園加許計劃啦。咁都好高興可以獲得加許啦。咁我相信呢，幸福感對每個人都好緊要，即係無論係大人啦或者小朋友咁樣。咁對家長啦、學生啦，以至我覺得我每位職工啦，無論老師啦、姨姨啦，其實好緊要。幸福感係當你存在喺你身邊嘅時候呢，你做嘢都會開心啲、積極啲。咁所以其實喺學校裏邊，你有一個幸福感嘅存在呢，我相信每一位同工係踏入你學校嘅人都會感受得到。咁我哋能夠喺一個正向啦、開心啦、愉快啦，又有愛又有幸福感嘅地方工作啦，我哋一齊去成長啦，一齊去學習呢，就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。咁喺嚟緊嘅日子啦，咁我哋會繼續推動幸福校園嘅文化啦，希望我哋嘅校園都充滿幸福感同埋正能量。